报道。宜兰县所有的国中各有部分小学拢有设 AED 这种急救的设备，也毋过宜兰县教师工会是质疑讲 ，AED 的电极大片佮电池拢爱定期替换，佮爱定期检验一届拢爱2000块，日日扣的费用是袂少，县政府拢无变维护费，所以一寡学校 AED 是无正常换过期的材料。县政府是回应表示讲，各种的 AED 维护费已经核准了，各些的部分目前爱个评估。请检查电极片。头批 AED 都发出语音，指导使用者按照正确使用。宜兰县所有的国中加部分国小拢设有 AED， 当紧急状况发生，就会当时提供援助。不过宜兰县教师职业工会发现，各校根本就无钱维护 AED。所以我们工会很希望县府能够编列相关的耗材营运管理的费用，让各校的 AED 都能够时时刻刻在该用的时候能够发挥它真正的功能。卫福部今年公告，全国国中以上学校应该设 AED， 宜兰县各级学校设 AED 的比率真悬，也毋过设备来源无同，家己买的关键也是做的拢有。除了安全费用，维护费也真惊人，像电极池等负载，过期要换都爱上千，当年检验费用搁较达到7000。实际来讲，航远会当发现部分学校 AED 负载已经过期，学校煞无钱换，严重影响 AED 的使用功能。那所以其实这部分我们在今年的6月份的时候，我们已经有核准学校一些设置甚至是维护管理的一个费用。县府讲，这个月已经核准原来各中设置加维护管理 AED 的费用，各小的部分县府当日掠算，有倒一寡学校有设 AED， 后续监视核准相关的维护费用，也爱评估。记者综合报道。